过年是连续休高工去到台东观光的是有上百万人次，结果今仔日开工上班，这海滨公园就互人发现真侪粪扫。台北河川分署表示讲，已经请厂商赶紧来处理，也呼吁民众这粪扫一定要早走。春节假期结束上班的第一天，台东市公所甲海滨公园巡视环境，说是公园人清气，海堤甲海波颠倒拢是游客甲民众放完飘化了后的粪扫，规个海堤拢是影响海华景观。景点很美，垃圾很苍蝇一点。我看到我们的海滨公园确实是蛮干净的，但是在海滨公园的另外一边确实是很多的鞭炮跟很多的垃圾伫海波也阁留有真侪炮仔粪扫，年节期间也因为民众放炮仔，捌造成杂草稻花、草埔甲树仔拢风烧甲乌麻麻。因为海堤甲海波的管理单位是水利署台北河川分署。市公所也随通知台北河川分署，分署表示已经联络维护清洁的契约厂商，会赶紧清理，恢复景观。我也请厂商来做一个处理，那并且我们近期会发动我们志工了来进行一个净滩哦。今年春节假期当高日，台东县政府统计，约伫台东观光景点有900万人次游客，部分游客也流落粪扫。因为即马也咧休寒期间，有缘有游客到台东，呼吁民众甲游客到风景区佚佗，唔通阁放炮仔，也爱顺手早早粪扫。公司新闻采访报道。